请咱做阵来共读上帝话，伫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伫白话语第10页，其他版本请看页幕。旧约圣经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讲：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爸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所在去。耶和华对亚伯兰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家，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我要叫你成做大国，我要赐福你，叫你的名最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赐福你，互你名最大。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为你祝福的，我要赐福伊；迄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伊。地上的万族拢要因你得福。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互因；咒诅你的，我要责罚因。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这是咱要请本堂老应验团队来讲道，伊的题目是应允的序曲，祝福序曲，应允的序曲，祝福。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平安，新年福气，感谢主！伫新年的头一天。早起时，咱就有福气来到自家，要来受到上帝来祝福。咱斗阵来祈祷。听阮的阿爸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主，阮将家己献上，主，阮要来敬拜阿罗你。主啊，阮知，若毋是你的引带带领，阮无法度今仔日伫遮。主，若毋是你。主，阮早都毋知伫倒咯。感谢阿罗你，恳求你圣神教阮伫地。主，阮要伫遮家己来相拄。主，恳求圣神来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互阮的目睭虽然看会见，但是主，若毋是你的恩典，阮无法度看见主你所赏赐互阮的。阮感谢你，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感谢上帝，伫新年的头一天，咱会当聚集伫遮来领受上帝要互咱的福气。咱都捌讲过哦，咱若是无即个开即个福若无开就是福地这咱无爱对无吼？咱爱有即口开，所以即口开是上帝互咱的，咱要感谢阿罗主。团队看过这本册，叫做《荒漠甘泉》。我相信真侪人伫个苦难中，拢会看这本册。我嘛有一天，伫个我14岁时阵，决定新年的头一天1月1日，迄阵我足无好诶。我捌讲过，我真怨叹上帝是安那，互我的脚长底脚是安那小儿麻痹。所以我足怨叹的时阵，我1月1号想要军队主听讲啦。听迄种牧师讲，你若每一天早起来甲上帝面前，上帝要赏赐你大福气。所以我就头一天就拍开一看，第1页1月1号第一句话：我们今天站在一个新境界上。第2句唔敢读前途茫然，唔知前途是安怎。我唔知伫2013。你是带咧等，还是等咧带？咱的前途是如何咧？真侪专家甲咱讲，咱嘛遮有差不多一半以上，拢有经历到台湾的强傲人迄东北有三宝嘛，对无什么乌力什么。哎呀，这拢内行的啦这种足宝的啦台湾嘛有三宝，哪三宝劳保很好，健保199吃到饱了。可是的，2013年这两个拢打叉啦，这两个搭一个劳保已经不牢靠了，足侪人拢去安那提前退休，因为惊安那，哎呦倒啦健保嘛掠袂掉是安那，一直要起199我免讲即摆199来吃到饱，我拢输你。
物价一直高涨，这就是咱的处境呢。咱若是抑个感觉讲，哇，我足幸福的，我得感谢主，因为这是上帝的祝福。你身躯边的人，是毋是有食袂饱的？有，一定有的。所以咱台湾要行去倒位啊？咱伫新的年头，咱会当仰望啥物？咱感觉讲仰望有啊，感谢主，还佫有的声音吗？吼！因为咱伫遮，咱是上帝囝儿，咱就有安尼仰望。啊，咱要仰望啥？哦，我甲你讲吼，咱吼即个社会吼，拢安尼足想讲，我们幸福吗？啊，幸福吗？啊，幸福口说无凭啊！哦，一寡专家就开始算哦。啊，这《天下》杂志，2012年6月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统计，他的主题叫做“改变为了幸福”。今仔日2013年，今仔日头一个礼拜主日，咱要到主的面前讲啥？主啊，我要改变，为着什么？幸福吗？什么是幸福？还是祝福？还是祝福？是什么福啊？伫咧这个天下内面讲着讲，咱台湾人啊，感觉家己有幸福的人，感觉偌济65.94，哎呦，有及格呢，不错，对不对？哈，但是很有成长空间。哪方面呢？他从了身体健康、家庭生活，我们最满意。我想，咱基督徒嘛是对咱的生活上有感觉幸福无？啊，是咱伫咧社会甲人的关系、工作、社会经济、政治啊，可是对社会政治上无感觉幸福。这两个所在，所以咱若要关心咱身躯边的人，伊需要上帝祝福的。我想咱身躯边的人，这两点感觉上无祝福。啊，咱要安怎来帮咱？特别是咱的青年，咱的青年感觉加少安那？乐观啊，吼，加少安那自我感觉良好，愈济岁就愈安那熬超凡啊，吼，看这图意思是安尼啦，吼。所以咱不管咱几岁，咱的心一遍搁一遍要互上帝来更新。咱信主的人，不管你几岁，咱同款爱有喜乐甲乐观，咱甲人无同款。安那无同款？因为咱有上好的这本圣经。真做咱上大的帮衬，真做咱上好的资源。因为咱要甲主耶稣的听来连接的时阵，咱就要连接主耶稣的喜乐甲乐观。咱所看见的眼光会甲别人无共款，安怎无共啊？哎呀，最近常常咧，咱拢爱甲迄个 Korea 来比较啦，吼。咱感觉三星，三星哦，咱来3条线哦，哦。韩国人，我们居然比韩国人幸福哦，吼。所以，我们台湾有救，神的恩典，上帝恩典伫台湾，咱也感觉咱比大陆较幸福。咱今仔日有一位对大陆来的上帝的查某囝要伫咧遮受洗礼，真做上帝查某囝，伊要上帝要祝福，就亲像上帝嘛要祝福即马大陆的人共款，因的心需要上帝听，甲需要上帝仰望，甲上帝的拯救。所以咱来看，咱有安尼眼光无？伫咧2013年，咱会当事先看见啥物？咱常常咧讲吼，千金难买早知道。所以吼，咱会当早预先见到吼，哎呀，该有多好啊！尤其那个什么什么透几号哈？那个我们不要那个透了哈。我们的盼望全部在神。好，传道知影，有人都是得到什么透吼？什么乐透，结果啊啦，那个快乐是一时，因为伊无都适应好野人的生活。好，所以我想，这有机会咱斗阵来看，你有钱无一定是福气咧，吼，咱哪有啥有仰望的？咱今仔要来看，咱要看见什么？2013年啊，咱要看见什么？对象来学啊！哎呀，咱圣经中间阿伯拉罕，伊有安尼眼光咧，伊看见。伊知影，伊敢真正看见，咱要家今仔来看，伊是安怎来看的？伫圣经中间，今仔日创世纪，咱要看对12章开始来看。但是啊，你讲传道啊，第1章甲迄个11章是安那？
免看哟，爱看，安那爱看，咱就会发现，伫创世纪上帝创造每一项天地，拢是逐遍创造了，拢讲看做是。啊，即马咧，什么原因？上帝因为听赏赐予人，看创造人嘛是拢好诶，结果呢？赏赐是咱福气，结果咱拢啥物气？生气，是因为人安那犯罪啊！吼，迄个阿东甲夏娃安那生活好好。啊，落来一尾啥糖，毋是糖啊，一抓。啊，咱讲，哎哟，你上帝哦，囝毋是讲拢袂使食。哎呀，这下我一听呐，吼，咱查某人爱注意吼，迄落金光党嘛拢安尼，路的拢还引起你跟他讲话，一听讲啊，拢袂使食，这下我拢毋是哦。你讲毋对啦，我甲你讲，人迄圣经，人上帝是甲我讲吼，什么拢袂使食，干那一项袂使食，你讲错了。打害啊！一甲抓一讲话，你就开始甲伊有关系啊！你一甲金光党讲话歹势，你都毋知不自主一直抄出来，要停还很难停呢。所以咱对罪爱有敏感。我想这是上帝互咱稳定。伊虽然咱犯罪，但是伊搁来找咱，找亚当夏娃，搁互伊一遍机会，主动来呼召。咱会当选择，甲罪无关系。咱嘛会当选择顺服主，咱就得到福气。咱是要选择什么？咱要选择看家己最高，亲像亚当夏娃食的原因是啥？哦，怎甲伊讲？你若食落去，甲上帝同款巧哦，巧谁无爱？无爱举手，拢无，大家拢爱。但是这个巧毋是上帝巧，什么巧？人的巧，人的巧就是人要做上帝。人要做主，足可惜。人若要做主，甲主就无关系啊，你就犯罪。咱主爱咱啥？顺服主。咱今仔记咧，这就好啊。后壁会使免听啦吼。迄个淡薄仔听就会使啊吼。咱无爱家己做主，咱要爱安那顺服主。咱无爱家己做主，咱要安那顺服主。今仔日后壁来喊伊有安尼眼光，是因为安那？是因为伊愿意顺服主。安那顺服主？第一章甲创世纪第一章甲这个11章头前就是讲这个代志。哦，咱亚当夏娃犯罪，哦，咱的上帝佮下面讲哦，下面里佮互伊3000，安那佮互伊祝福伊讲因的后代哈，互的愈来愈侪，这是一个应允。应允就是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代志。甲即马哥的应允啊，哈，哥这个挪亚洪水来，人嘛佮一遍得罪，但是上帝哥是安那讲要甲善主斗阵，甲即马也是，要有啥物？有迄个咱耶稣一直拢对这个主来出世，一直应允，一直咧应验，佮来是安那巴别塔，咱要起一个，迄阵还是人讲哇。咱斗阵偌好咧，拢无分开，看我的名，咱来起安那一个塔，人拢看到我，你若要人看到我，你甲福气无关系，你甲罪有关系。咱人也干那要自我感觉讲，我要做主，你甲主无关系。咱若要顺服主，主啊，你来做主。感谢主，主的话是有大权柄，伊讲就会当创造，伊有讲话的权柄，伊讲好就是好，伊讲要祝福就是祝福。上帝透过讲来创造，所以咱人有啥物权益啊？听话。神，你说话我听话，你说话我听话，你说话我听话就好了，就对了。听话容不容易啊？容易，感谢主啊！听进去又要去行，这就是信心跟什么幸福？不是干那相信你啊！圣经拢讲，传道你讲的我拢相信。咱袂使做歹，咱袂使做假干净，袂使讲白贼。感谢主，但是你有信服、有顺服去做无？等咱回去，等咱甲厝的，等咱甲咱的公司的时阵，
哎呀，要顺服，就真困难啊！圣经安怎讲？咱来听主的。早你敢若安尼无法度安尼行啦，拢免做人啊啦。咱就开始想要家己做主啊！主耶稣，咱的上帝，伊要赐福，互咱真济，毋是干那为了不止物质上，互咱搁较济是咱的有子孙有多产，对遐搁较济福气。上帝赐福是对应允开始，所以对咱上帝赐福是对圣经开始的应允。所以今仔日的题目叫应允的序曲，序曲，就是讲，序曲鸟，好，你出场预先看到而已哦，持续那个祝福一直在有机，一直在长大。要安怎长大？透过咱的信心，透过咱实际去信服。透过咱实际去顺服主，咱那个信心会愈来愈大汉，上帝祝福会愈来愈，甲咱时代也是会需要，是会贴切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上帝的应允，伊有甲咱有拍一个契约，咱要相信无？咱甲上帝应允，是毋是咱有对上帝要委身无？要愿意来相信？所以，咱若有想要有安尼眼光，看到未来，预见未来，那个眼光就需要一件事。相信，你相信上帝听你吗？有真侪人点头。你相信上帝要赐福气给你吗？感谢主。你若相信，你就要看见。虽然无一定是你目睭看见，亲像咱的阿伯拉罕，伊无一定是看见，但是伊心内就是有一个安那稳定的感觉，确实有一个无空虚。有一个稳妥，你有这个感觉无？虽然大风大影，你也是感觉安那有平安的，知影呐有靠山的。这个关键是啥？是圣经互咱的应允甲约。上帝甲咱人来立约，立约，目的是要爱来享受福气互咱，毋是要来限制咱的。所以咱顺服主吼，咱来先改变观念啦吼。少年人讲传道啊，你拢讲叫我爱顺服爸爸妈妈，顺服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叫我袂使做这，袂使做迄，袂使做迄，袂使做，伊就是无爱我自由就对啊啦。敢是安尼？咱做爸母的，敢是安尼？毋是哦。咱限制咱的囡仔，是咱的祝福予伊。是啊，上帝嘛是安尼，要互咱得到真正的自由。这真正自由是啥物？毋是咱爱做啥物，蓝衫做拢无要紧的。蓝衫做你就得罪上帝啊！你就蓝衫安那，你就得到迄个罪的代价，就是死。今仔日牧师咧会前迄个读经嘛有讲着。咱虽然是咱是蒙主耶稣的祝福的，但是咱若犯罪，咱共款爱为着咱的罪来付出代价。所以咱若要得到福气，就是亲像这个耶和华对阿伯人所讲的，你就爱去啊！离开本地，看会到这个本地；离开你看会到物质，离开你看会到这个所在，互你安全感的，你要离开你的家族，离开你老爸厝。要去对啊，你就爱去。出是为了什么？去啊！离开是为了什么？前往。出是为了去，去哪里？去我要你去的地方。什么所在？唔知啦，唔知啦。要去什么所在？唔知啦。哇，真大的考验。唔知要去对，不知未知，唔知要去对。但是上帝祝福是安那？你唔知啊？哈尼济，哈尼济，哈尼济，要透过伊的命令，我要叫你真做大国的。我要享受，互你福气，叫你的名最大，也要互别人因为你来得到福气。哇！感谢主，今仔日咱是有福气的人啊！3节，这3节中间啊，特别是第2节甲第3节啊，你甲算算几个福？5福临到啊，有福临到的。今仔日你有听到这来呀？这愿意听，等于个行的。五福要临到你以及你的家，以及你所到的所在，亲像阿伯人汉同款。你会讲传道啊？阿伯人汉是古早的代志，即马咧，无输则讲。
这个福气是有机的。咱的上帝是透过咱上需要的，知影咱所知影的福气原本的意思是安那归落哦。你一个人要甲一个人的面前安那归落去，可见安那啊，迄个物件我介爱啊！哎，咱的笑粉毋是拢归落去，头前这个我介爱啊，紧来嫁互我，我不能没有你啊！福气祝福原本的意思就是看到这个赞啊，归落去啊！上帝予咱的就是最贴切我们，咱上需要。你可能也阁无了解你家己，但是咱的主了解你，深深了解你，要赏赐予你的，你想袂到，因为你也毋知影讲啊，原来这个福气我堪得啊！上帝要祝福咱，而且予咱伊第二命令安那，咱毋是敢得到福气的，咱得到福气原因是要创啥？要去正做别人的福气啊！哇，两个命令就带来5个福气，赚到对无？哈，上帝予咱的人生拢是赚的人生。安那来，咱来要来得到这个赚的人生呢？哇，咱的这个 PPT 吼，要带咱来冒险的勇气，就是离开你的所熟悉的，离开你所抓住的。咱拄我讲哦，我想要家己做主，所以安那，你无看团队一直安那抓住，我无爱安那。顺服主，因为人感觉顺服主安那足困难的。上帝，你敢知？我看袂到，我都袂安心哩。好，我爱摸得到、看得到的，我才安心吗？抓住这顺服主，哎，唔知要安那。这离开无简单。有一个少年人，伊伫五专毕业的时阵，伊就拍拼去就是咱全国私人的企业上大的公司，伊足认真做甲做主管哦。啊，一年的年终奖金拢足侪钱，伊就是有一个技术，伊这个技术吼，伊的朋友就讲，咱来做生意，咱到底来开公司好无？伊的心啊呐，哎呀，真鸟啊！伊的心有一个不安啊，神圣的不安，对，我应该爱出来家己开公司啊！这个不安就是敢若亲像伊当初无信耶稣，伊对拜拜家庭中间。伊有一个不安，伊感觉是安那人生无意义，伊感觉是安那心内就是真空虚。伊因为安尼去找教会受洗礼，嘛因为安尼带伊的太太、带某得到上帝真大祝福。但是伫个人生的路口，就亲像今仔2013年前一样新的境界，伊要做一个决定，要去开拓，开拓一个公司无？但是伊有真好的工课哦。迄阵人拢讲这是 top 第一名，所以爱决定。伊就祈祷上帝啊，上帝予伊感动好来开拓，但是咧，算的，哎呀，我若是日时啊，咧这间公司啊，我甲阮朋友斗阵来一个开公司啊，来投资，安尼敢毋是真好？两边拢会使套动嘛，吼，咱上爱套动嘛，咱上无爱安那无通动嘛，好，就去开，哎呀，头一遍做生意，甲因上好朋友，成功啊失败？失败。好你家在，好你家在，无离开公司，而且欠的债务用啥来还？年终奖金，几啊百万、几啊千万的来还，好你家在，要阁继续无？人国父拢10次才成功对无？我才1次尔，要阁继续无？祈祷上帝啊，上帝啊，祈祷，上帝有互感动，继续投资，甲同款的好朋友阁投资，这边是安怎？这边大赚钱互伊找到全世界真重要的一个专利满心感谢俄罗斯主耶稣大赏赐福气互伊。有一天，伊收到一个纯正信函，一个通知，就讲限伊偌济钱。这限伊钱吼，甲算的安那？伊投资的，搁当变了钱，付出的搁安那？超过偌济，超过不止遐济钱哦。伊顶头写，伊上好的朋友写一张单，互伊讲：“亲爱的好兄弟，谢谢你借给我钱，来怎样开公司？多谢你借我钱啦，我即摆有利息来害你。上好的朋友敬上，佫写敬上，会堪要去咧。这个好朋友就是啥？甲伊开拓这个，伊甲当做啥？趁钱啊，就讲安那。”无你的份啊，我是甲你借钱啊，咱毋是夹股的啊。人看到钱，
人朋友会使无？钱袂使无？这个长辈哇，心内真艰苦。上好的朋友因为安尼啊呐，变无好朋友。人因为钱，要搁投资无？要搁开公司无？大家拢唔敢讲啊吼，实在是骹尾手尾都软啊啦。袂，而且这边伊要离开伊的公司，离开伊的安那套动咧，要离开啥物？伊熟悉的，伊要家己一个人要去开公司。上帝祝福伊，满。离开无简单，咱要离开咱原来习惯无简单。咱要离开原来要改变，绝对真危险。但是上帝要讲，你若愿意信靠我，离开你原来感觉真熟悉的，譬如讲，我本来真爱一个啉淡薄啉淡薄毋是无好，但是啉济毋好。或者是讲咱要离开原来讲我会生气，但是我即马决定我袂生气，无简单。或者是讲，咱本来拢无读圣经，咱要决定对2012年来读灵命日粮，还是咱要决定要读一本圣经，团队要讲毋好立志讲，我一年要读一本啦，结果拢读一页尔，是毋是较好一点嘛？无出埃及啊，咱敢通好讲，上帝你来保守我，我照你本来样式，我来离开我原来习惯，我要改变。主耶稣要来保守咱，离开咱感觉习惯的，迄个毋是好的，因为亲像阿伯兰，伊迄个所在本来拢是咧拜偶像的所在，上帝要爱伊离开。咱若安尼做的时阵，咱要诚做一个循环哦，是良性的哦。咱要诚做一个祝福人，上帝要祝福咱，咱嘛要祝福别人。这个循环会愈来愈大愈大哦，你的信心嘛会愈来愈大。传道有讲哦，上帝祝福。上帝应允是有机的，有机是啥？有机要安怎讲哈？就是讲，哪甲上帝互动，你有哪安那有信心？你有毋是死的哦，迄是活的哦。哪来哪有信心？上帝祝福你哪来哪大？祝福你要创啥？祝福咱要创啥？毋是要互咱享受尔呢，毋是互咱享福尔，要互咱创啥？要互咱过去祝福别人。这真上帝祝福真奇妙哦，迄个安那。救助你的嘛要安那？上帝要救助伊哦。伫原文的意思就是讲，小看你的滥骂你的，我要咒诅他。哇，这足严重的。所以咱一定要祝福咱的敌人，咱一定要祝福安那对咱不友善的，听到咱弄过咱来祝福伊，咱来诚做一个啥物祝福的循环。因为咱无爱咱身躯边的人。受到无祝福，咱要诚做咱身躯边每一个人这个邀请他们进入我们赐福的这个循环。咱要邀请咱边每一个人拢诚做是祝福，互这个教，这个祝福你无爱拢足困难的哦。要互这个祝福的循环风暴教入去，你对伊的这个人，你处理的人，若还未信主的。你上爱的迄个不能没有你的，不能没有他的那个，你要邀请他，你要邀请伊进入这个祝福的循环，你互上帝祝福来加入来。上帝拣选咱，诚做伊的囝儿，诚做一个祝福，是要互咱来甲伊斗阵，来分享上帝听甲公义。所以咱若看到无公义的，看到无公平的，看到无教义的，上帝爱咱来行。咱顺服主，毋是咱家己来做主。咱所享受的一切，咱只有啥物管理权？咱无啥物，咱无所有权嘛，所以咱所有的财灵，咱交咱有啥物管理权？咱无所有权。咱的家里，咱敢若有啥物管理权？咱无所有权，所以今仔伫以赛亚书这，所以咱讲祝福一直咧变。甲以赛亚的时阵，已经甲圣经的得要一半，嘛甲咱讲，耶和华要变公义来护掉咱要来帮咱，要保守咱，互咱诚做正人的中间的中保，互人因为安尼会当明白上帝的听咱要诚做外邦人的光。
所以这礼拜咱有小组，咱有安尼题目，就是有内面啊。伫咱的小组，咱会当甲咱的即个小组的人斗阵来分享咱的啊。今仔日伫咱会前的读经，嘛是共款，吼，耶利米书嘛是甲咱讲哦，咱若顺服主绝对的主权，咱上帝要祝福咱，但是啊，拄啊牧师嘛讲哦，咱本来就是祝福的人，但是咱若是犯甲迄个祝福吼，就歹势会暂时说拜拜，啊，佫听来，但是咱爱对咱的一个祝福，就无法度彻底。所以伫个咱定定咧想，伫个年初的时阵，咱想讲啊，是安那团队，我想要改变，结果拢不变；想改变，后来都变成不变，什么都没有变，甚至破功更惨。就是因为咱的性命中间，咱有爱悔改。咱甲上帝中间，这本册来写，咱甲上帝中间的小三是啥物？罪。所以，是毋是？咱邀请咱大家。咱等下要守圣餐，上帝耶稣啊，伊家己真做即个听，真做拯救的。咱甲上帝透过圣餐就是听，咱甲上帝有关系，甲耶稣有关系。咱伫圣餐的中间，咱们是来悔改，咱是毋是有得罪上帝？互咱会当伫生活中更较有快乐。请咱斗阵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主你听阮，主你知阮人软弱，阮定定。想要掠家己做狗，想要家己做主，主，阮确实无爱顺服主，恳求主你来赦免。阮也感谢你恩典，好调阮真侪你的囝儿有福气伫个遮会当甲你三甲来坐倒。主阮也有真侪兄弟姊妹佫未信主，主恳求你催迫阮的心，互阮的身躯边的人会当真侪伫福气内面的一员。主，阮感谢你啊！阮也要用主耶稣你伫台湾长老教会信仰的告别，阮要斗阵来祈祷，安尼讲：愿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实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性情投胎，对在泄露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定十字架、死、过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去和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快乐，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愿是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愿是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好的所在，是普世的，好定阮伫本地认同所有的自民，通过疼甲受苦，来真侪人的记号。愿是人对上帝的恩典来回来，做得到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因跟上帝。愿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幸福，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角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明、科学，阁有追求真诚的心，总是人有做误用者的文字，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就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白，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真侪新创造的人。互世界真侪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